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在2025年新年第一期胡适的节目我要先把结论放在最前面，就是2025年胡适不值得参与。如果你在胡适，我是建议尽快撤离。如果你深套，那就自求多福吧。如果你还没有进入，没有参与，那就赶紧打消参与胡适的念头。2025年胡适对金融消费者来说绝不友善，早割早受益。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回顾一下2024年整个2024年这个胡适的走势就是权重护盘，微盘股遭殃，用权重股来稳住指数，来控制指数，然后用微盘股来收割这些韭菜。我想这个参与胡适的人应该心知肚明2024年胡适最低跌到2630多点，后来换了村长，一下弹到3200点，这我是印象具体点位我记不清楚。后来又跌到2700点，9月底对吧？又是巨型的手干预这个市场，短短几天又弹到3600，现在呢在3400上下震荡。每当这个胡适指数危险的时候，金融消费者天天哭天喊地的喊着救市，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还有专家跟着一起喊要救市国家队监管村里面非常为难。为什么为难呢？不救吧，这么跌下去确实也不好，给人感觉挺可怕的，而且这些金融消费者一个个的日子过不下去。救吧，又得他们买单。所以说这个监管国家队那就是左右为难然后在广大这个金融消费者的强烈要求下，在这些专家学者的呼吁之下，国家队勉为其难进场救市，含泪把钱赚了，又割了这些金融消费者，这下舒服了。你看指数停在3400点，效果很好吗？但是指数这些金融消费者是不是赔了钱？这重要吗？不重要。是不是最近有媒体报道2024年国家队盈利5300亿，收益率达到13.4%。反过来看金融消费者呢，90%亏损。这个国家队盈利这个不用说吧，大家都能看得见吧？因为这个国家队买的都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对吧？这个银行股还中字头的中特估，这些股票都翻倍了，你还认为国家队没盈利吗？对吧？国家队盈利的都不好意思，这个手都抽筋了，真的是含泪把钱给赚了。明明自己是进来救人的，明明是来施粥的，结果把自己给撑死了，你说怎么弄？只能说这个金融消费者太热情，也太好客。大家知道这些国家队救市已经救到什么程度了吗？国家队再这么救市要出事了。今天券商中国发了一条新闻，叫重大信号，工商银行遭举牌。什么意思呢？这个2024年12月31日，平安人寿发布公告称，其委托的平安资管投资入工商银行 H 股股票，于2024年12月20日达到工商银行 H 股股本的 15%， 触发了平安人寿根据香港市场规则的举牌行为。根据券商中国记者查询，除了上述操作，平安资管以投资经理身份12月中旬连续增持了2只银行股，分别是邮储银行和建设银行，均为 H 股。也就是这些机构这个平安人寿这是险资保险资金进入胡适，这也是国家队不光是汇金是国家队，这国家队的走成这个就是国家队。每当这个市场说钱不够的时候，这个金管局他们就会开会容许保险资金又要增加几%投向资本市场，这就是开闸放水。你比如说社保基金有多少能够投到胡适，这都是有规定的，有比例的，他把这个比例调高一点，这资金就多了多少。国家队抱团取暖扎堆，那国有大行就那么几只所以他们抱团工行、建行、什么农业银行，就像以前那个基金机构抱团茅台一样，抱团取暖扎堆。结果这一次扎得太狠，过了单一的这个资金居然超过了人家的叫什么举牌的限额 15%， 这就说明这个国家队现在是已经到了顶峰。也就是说假如接下来再暴跌，小散户又得管着要国家队救市，对吧？国家队又勉为其难拿着钱来了，这回傻了，不知道买什么，银行买不了了，你再买你就举牌，把银行整个的就是你的，你私有化吧。
整个的买回去吧。所以银行买不了了，他再买什么呢？举牌什么意思啊？举牌就这只股票我全买了，退市吧，把它私有化。那平安人寿有这个实力吗？你把整个的工商银行这股的买走。所以大家回头看一看啊，整个2024年这个救市啊，如果从最低点算2600点到最高点3600点，这1000点这么大的波动，有多少个散户赚钱了呢？这儿有数字啊，根据这个万德数据发现啊，说今年以来 A 股涨了近13%，总市值从83万亿增至93万亿，一年市值增加9.57万亿，也就是将近10万亿啊。按照目前2.1亿股民计算，人均盈利4.56万元。如果按目前1/3为散户计算，普通散户股民人均赚1.52万元。这个是把你的收入和马云、马化腾加在一起，人均对吧？盈利4.56万元，散户人均是盈利1.52万元。但是啊，你再一想，国家队赚走了多少啊？一共是10万亿，国家队加上这些机构险资，至少拿走2万亿。你看看工行、建行都快翻倍了，这里面散户很少，加上游资赚的，所以真正到金融消费者恐怕是亏损居多啊。也整个2024年，国家队、机构、游资，他们恐怕在赚钱，或者赚了一些。我清楚的记得啊，2022年监管部门也说啊，公布的数字是2020年还是22年，我记得是当时就宣布啊，人均每个散户是赚了5万，应该是22年吧。结果到了23年，还没1个月，这5万块钱连本带利都还回去了。那这一次呢，对吧？人均赚1.5万，看看能不能捂得热啊？是不是要连本带利还得还回去？有人统计了一下啊，全球股市这10年的涨幅，列了个排行榜。我们从涨幅最高的介绍起啊，涨得低的在后面，涨得高的在前面。排第一的是纳斯达克，涨了307%；印度股市涨了185%；巴西股市涨了141%；道琼斯指数139%；日本股市129%；德国股市103%；法国股市73%；加拿大股市69%；澳大利亚56%；印尼股市35%；韩国股市26%；英国股市24%；新加坡股市13%。最亮眼的啊，那就是俄罗斯股市12.5%。有人着急了，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咱们的胡市啊？这不来了啊！上证指数3.6%，深成指是跌了5.5%，香港股市跌了15%。三个难兄难弟啊，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别笑话谁，都排名垫底。有人说啊，2025年还有牛市，这个基本上没这可能。一旦啊1月份这个交易量回到1万亿以下，基本上这一次靠情绪、靠资金驱动的这个反弹宣告正式结束。接下来就是存量资金之间博弈啊，就像以前一样，新增资金伤心了，人家已经不相信了，有的解套的老资金跑了，不再回来，有的新增资金被套，他没有办法，现在在自救，有一些割肉啊斩仓，所以啊很快就陷入增量资金博弈。牛市一个特点就是资金是源源不断流入，不需要人号召，不需要人去忽悠，股市像一个抽水机一样的，钱就不断的往里买入，卖出的人很少，像这种频繁交易也非常少，大家都是持股不动，这叫牛市，这叫长线投资、耐心资本。这种早上买的恨不得下午就卖的，要求 T+0的这些，对吧？你看看还有那么多金融消费者天天喊着要 T+0，就这个怎么可能还有牛市呢？ T+0什么意思啊？就是早上买，我5分钟以后就卖，卖完之后接着买，买完之后接着卖，这叫投资吗？这叫交易，对吧？失去了新增资金，怎么可能有牛市呢？再说说2024年这个打新啊，这是凤凰网财经报道啊，说2024年打新赚钱效应重回巅峰，平均单签收益超2万，上市首日平均涨253%。万德数据显示，2024年 A 股 IPO 市场迎来100只新股，由于市场有限供给之后，新股稀缺性陡升， A 股打新生态随之巨变。一方面，2024年新上市的100只新股中，仅有1只新股破发，直逼2018年以前的中签必赚的时代。另一方面，新股打新收益高企，新股涨幅创新高。据澎湃新闻统计，上市的100只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253%，投资者平均中一签
浮盈2万元，远超2023年水平。什么意思啊？疯狂炒新，死灰复燃。这个是过去很多年大家诟病的监管部门下大力气整治的这种无脑炒新呢，现在居然死灰复燃。100只新股上市头一天的涨幅都是250%，这什么概念？我记得咱们节目也介绍过，对吧？有的新股一上市涨300%多，第二天就开始套人。为什么这个爆炒新股呢？因为新股的筹码都在机构手上，只有少量的是散户中签的，那个筹码在多少？这个你想一想，筹码都在庄家手上，那就筹码稀缺，他就可以讲故事，他越拉这些金融消费者就越愿意跟去搏傻，因为外面没什么筹码，中签的那些散户呢，有的人还不愿意卖，还涨呢，你还翻2倍还要涨，所以他也不卖，所以没有筹码，所以这个做庄的这机构拿很少的资金就可以拉3倍，然后等着这些金融消费者上钩，很多人无脑跟着后面追，涨1倍他还涨2倍，涨2倍他要涨4倍，好，等到你都上钩了，他就开始自由落体，他把筹码，就是那散户买的筹码是谁的呢？在2倍3倍的价格接的筹码是谁的？都是那些机构的，机构已经出货了，剩下的一点卖不了了，人家随他去了，自由落体。为什么炒新控制了一段时间呢？现在又死灰复燃呢？就是因为这个融券做空机制，咱们引入融券做空，它就很好的克服了这个新股一上市没有筹码。如果你机构你想拉到3倍4倍出货，人家在1倍的时候，人家在50%的时候，人家就开始借那些被锁定的筹码去抛售，这叫融券，然后做空他就抛。这个时候你想拉少量的钱把它拉起来是不可能的，源源不断的筹码借出来，人家涨了50%，人家不卖吗？卖完之后等它跌回去了，人家再买回来还，人家赚50%、60%。所以这个炒新之风就得到了很好的遏制，无脑炒新基本上就没有了。你要炒新，除非这个新股特别好、特别牛、特别强，否则它炒不起来。结果因为这个沪市暴跌，这些散户金融消费者天天喊着融券做空是股指暴跌的罪魁祸首。所以把融券做空给停掉了，一停你看看是不是这些妖魔鬼怪又出来了，爆炒新股又开始风行。爆炒新股谁倒霉呢？倒霉的还不是这些金融消费者，谁去接的盘呢？所以我说沪市它就是个怪胎它不停的在转圈。这个似乎财经报道他说专家建议从重打击资本市场小作文，应关注长期投资价值。今年以来资本市场经常出现各种小作文，扰乱市场秩序。交易商协会12月30日组织部分市场投资机构召开座谈会，有机构建议应从重打击资本市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小作文。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说这些小作文经常无中生有或者歪曲夸大事实，影响市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对市场走势造成不良影响，应该给予一定的管理，正本清源，让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这才能真正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也建议投资者多从经营角度看上市公司是否具备长期投资价值，过于关注小作文甚至跟风炒作，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投资亏损。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了，对这种谣言小作文进行监管有必要，但是这个是治标不治本，对吧？你把这些造谣的，你把这些小作文，有的小作文你还没有什么实锤证据，对吧？人家是非常隐晦的曲里拐弯的，你还没法办它，对吧？你就把这些小作文都给它摁住了，会出来别的小作文。所以说打击这些造谣的小作文，这个有必要，但是它只是治标，根本就治不了本。要想治本呢，你就得让一批散户被市场消灭，这没有办法的事情，让市场的铁锤把它锤没了，对吧？这个散户最后只留下30%、20%，这些人呢，他比机构还精。这些人你想骗他也骗不了，这些人他也不会去炒什么东南西北中发白，也不会这么无厘头，对吧？我的意思就是把这些无厘头的这些赌徒都给他收割了，没了，对吧？这些人你要么你就去买基金、买私募或者炒 ETF 去，你只有这样，你这些什么小作文自然而然没了。为什么呢？你没有了市场，没有了观众，你小作文谁看呢？对吧？甚至那些抖音荐股的，对吧？那些直播间荐股的，教你炒股的那些投资大师，一个个的都没了市场，对吧？这才叫治本呢。否则的话，那监管部门就有的忙，还得加人手还得扩编呢，要不管不过来那他们一扩编，对吧？他们费用一上去，谁买单呢？还不是纳税人买单吗？整个社会运行成本越来越高，然后在这种保护之下，这些所谓的金融消费者一个个的炒起了这个7个葫芦娃。你就是这样的金融消费者，你要保护他干什么？目的是什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对吧？这个每个人
开户的时候都要写的，难道是开玩笑啊？最后我们再看一看啊，我们的老朋友胡一进老师，这胡一进老师啊，今天发了2个微博，一个啊是勉励自己，他说啊，2025年老胡作为所谓网上大 V， 对自己有如下勉励：第一，发挥正能量，为配合国家和社会各项目标的实现，尽自己作为网上人的绵薄之力。第二，实事求是，理性发言，拒绝偏激，克制冲动。第三，参与共同营造积极并且包容的社会舆论环境，反对撕裂舆论和各种过度严苛的上纲上线，共同促进社会和谐。而老胡对国家对社会充满善意，但我知道这种善意不能光靠表白，要由我实际效果来检验。2025年一起努力啊，共勉。胡静老师啊，首先第一个说发挥正能量，这个就已经跑题了。什么叫正能量？正能量就是感恩、感谢、感激、鼓掌，这就叫正能量，对吧？你要提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当然了，胡静老师啊，偶尔也不那么正能量一下，他也被封过3个月嘛，他这是汲取经验教训。第二个，他说实事求是、理性发言，这个胡静老师啊，不知道他2025年能不能做得到。总之他2024年呢肯定是没做到，对吧？闭着眼给俄爹洗地啊，这俄爹都已经承认了飞机是吧是他打的，他还在那给俄爹尬洗啊。那个巴西的抹亚迪事件，人家那个汽车品牌都跟金匠集团划清界限，结果这个胡静老师啊还在叫罔顾事实啊，还在那儿狡辩。第三个，他说参与共同营造积极并且包容的社会舆论环境，反对撕裂舆论。这个胡静老师跟他的第一条啊就打架了，就你看第一条和第3条是矛盾的。第一条说了要发挥正能量，这下面他又说是包容，反对撕裂舆论。你自己搞了个旗子叫正能量，那就把其他的叫负能量，这不就是撕裂吗？说话还分什么负能量？他一边说了啊要反对撕裂舆论，一边自己搞个旗子叫正能量，是不是有点精神分裂啊？对吧？一边竖个旗子，这叫正能量，一边说要包容。当下啊网上这个舆论的撕裂，胡静老师是罪魁祸首之一，对吧？这个军功章上有他的一半，当然了也有加特老师的一半，他到现在还没有反省。胡静老师又说啊，他说老胡啊今天上午去看老人，在一个老居民区进了一家老品牌蛋糕点心店，他说人挺多，只是整个店里的所有售货员都是大嫂大妈，所有顾客都是大妈大爷，一个年轻人都没有。年轻人是否都趴在线上了？他说感慨岁月如梭，这家老字号成了许多人的记忆和依赖，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和新生命改一改老居民区的人口结构，增添一些生气。他说还有一个额外的感受，银发经济大有搞头，无论是老年人扩大消费，还是他们在年轻人不喜欢干的一些行业再就业都有空间。他说2025应该也是银发人的。这胡静老师啊就是典型的叫朝气蓬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青年人呢，生无可恋的中年人。这些老年人啊，他有固定的退休金，而且还不低，他们占据了市中心，市中心的房价高啊，青年人哪个的带得起啊？他们只好跑到郊区，跑到城中村，对吧？胡一进老师啊，他要找年轻人，年轻人多的是啊，对吧？你去错了地方，你那种老小区啊，北京市内啊，这些老小区租房不容易，又贵，买房子更贵，年轻人在那儿怎么能待得住呢？被这些老年人挤到郊区去了，或者城中村。所以咱们一直建议啊，这些老同志应该啊到农村去，广阔农村啊大有可为，对吧？一个人给他一块地，让他种去，宅基地可以卖给他，然后他们就把城里面这个资源让出来，这样就能避免胡一进老师说的啊，这个老居民区全是老头老太太、大爷大妈，哎，这也能改变啊。这老城区啊，人口结构应该号召啊，胡一进这样的退休的老年人，有固定退休金的啊，不为生计啊这个操心的，哎，让这些人呢号召他们上山下乡，哎，他们也喜欢，骨子里面还是有那种情怀在里面。比如三农教授，哎，他们愿意啊，给他们创造机会、创造条件，让他们下乡，这样把城里的资源呢就让给年轻人。这样年轻人租房至少便宜点吧，不就有了生气吗？所以胡一进老师应该自己带头，这年轻人啊很难竞争得过这些退休的老干部，所以这个胡一进老师倒是可以以身作则啊，可以带头示范。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